星光伴讀，美伊各顯底牌，中國定調未來。作者徐偉。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在即，中東局勢肯定係今次元首會晤嘅重中之重。雖然話美伊談判近日好似迎來一絲嘅曙光，有報道話雙方喺度就中戰磋商備忘錄，但係特朗普嘅性格，大家你知我知，喺真正達成完全停戰之前，各種嘅變數絕對唔少得。就喺特朗普到埗之前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已經搶先一步訪華啦。喺5月6號喺北京同我國嘅外長王毅見面，呢一次係自美國喺2月底對侵略伊朗以嚟，阿拉格齊第一次訪問中國。佢喺會後嘅表態好有意思，特別提到中國認同戰後嘅伊朗已經唔同戰前嘅伊朗啦，宣告伊朗已經證明咗自己嘅實力。喺呢一場歷時2個幾月嘅戰爭之中，伊朗證明咗自己嘅價值。德黑蘭喺戰火邊緣展現出驚人嘅抗壓韌性，證明咗自己並非隨意任人宰割嘅弱者，而係掌握住能源咽喉嘅地區強國。反觀美國就證明咗自己嘅唔掂。華盛頓深陷中東衝突嘅泥潭無法自拔，唔單止自損形象，更加令到佢海灣盟友、歐盟同埋北約盟友對佢嘅信任度大降。特別喺伊朗隔離嘅海灣國家，望住美國喺戰爭同埋談判之間反覆橫跳，肯定喺度鬧緊俾美國賣咗啦。為咗打破僵局，中國就成為咗呢一場戰爭嘅交匯點啦。對伊朗嚟講，中國係唯一可靠而且有定力嘅合作對象；而對美國嚟講呢，中國亦都係唯一具備足夠嘅影響力，可以令到伊朗重回談判桌嘅橋樑。阿拉格齊有一番話非常之值得玩味，佢希望中國喺戰後重構中東架構上面發揮重要嘅作用。講白啲，咁樣即係希望由中國嚟重新定調未來中東嘅秩序，創造出全新嘅平衡。咁樣亦都證明咗中國長期經營中伊關係嘅眼光。過去嘅戰略投資而家已經轉化成戰略嘅資產。伊朗越有價值，中國喺中東嘅話語權就越係穩固。當呢一對宿敵嘅目光不約而同咁樣投向北京，所反映嘅正正係全球政治重心嘅悄然移動。中國喺呢場博弈中嘅收穫並非嚟自主動嘅爭霸，而係憑住實力同埋信譽，令到局勢自然咁樣向佢傾斜。